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胡市走势可以说是让金融消费者难得的舒心笑逐颜开可以这么说截至收盘，沪指涨0.42%，深成指涨0.87%，创业板指数涨1.11%，全市这个全天都是震荡反弹的走势创业板是领涨，个股呢是涨多跌少3900多家上涨这1400家下跌，也就是说这个让金融消费者还是比较舒心的唯一遗憾呢还是沪深两市的成交量还是偏低只有1.15万亿，量能不济难以走远。今天这个比较活跃的板块一个是金融股、银行股、大消费股，还有什么摘帽概念股，也就是垃圾股它可能要摘帽，垃圾股突然就是丑小鸭要变成白天鹅。这个银行股大爆发沪农商行涨6%，郑州银行、长沙银行、兰州银行、紫金银行涨超2%，沪农银行商行、沪农商行、长沙银行、中信银行、江苏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豫农商行创历史新高。银行股已经拉冒烟了还在拉，可以说是在疯狂的积聚这个风险今天有媒体报道这个上市公司景富技术因虚增业绩收证监会400万元罚单，多名高管被处罚。5月30号说景富技术发布公告称公司受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查明2021年公司及子公司上海致富在与供应商厦门市中智联信客户厦门聚益开展金属品贸易业务时，仅履行垫资义务并收取固定利息，未按会计准则要求将相关所得收入计入利息收入，错误归类为营业收入。此举导致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以及前3季度财报分别虚增营业收入5293万元、1.1亿元和1.72亿元，占当期营收比例达20%、21%和20.74%。相关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拟对景富技术给予警告，并处400万元罚款。时任董事长顾清、财务总监邓浩、总经理方永刚作为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分别被罚120万元和100万元、80万元，副总经理罚50万元。我看了这个报道我突然想起来哪有这么简单呢？把这个应计入利息的收入、利息收入把它计入营业收入，这种错误但凡是个学会计的，他都不会犯这种错误。这第二个这个景富技术，就从这名字我懒得查它他公司主营业务是干啥的？这叫景富技术他怎么跟一些贸易公司在一起折腾呢？对吧？以我的经验呢，这就是他故意为之了。什么叫故意为之呢？你说这个什么景富技术，它应该是江苏的，完了跟上海的客户开展金属品贸易业务。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我把它夸大一点就很多人他的理解能力有限，就好比你是一家做人工智能开发的，好了，你现在是做这个叫什么人形机器人的，很牛叉，结果你的公司居然还搞很多贸易业务跟人家买卖这个电解铜或者买卖这个金属金铜，这难道不奇怪吗？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这个胡氏上市公司那个造假那简直是泛滥成灾这个不是我瞎说的这个网易财经他就报道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咱们以前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咱们胡氏的上市公司锦州港的财务造假，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他这个文章标题叫深挖锦州港造假案，虚假贸易的另一种真相，涉及到就是虚假贸易。新 SD 锦港也就是600190它原来名字就叫锦州港，今天造假案仍在发酵。据公开信息，锦州港被查出2018年至2021年财务造假，此后依然顶风作案，2022年至2024年继续进行无商业实质贸易业务。等你把这个案例看完了，你就知道刚才那个什么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会去做这个电解镍或者电解铜或者金铜这些贸易。现在
在啊，说目前已经查明锦州港至少与7家贸易公司交易无商业实质。根据清流工作室查询得到的一份民事判决书，这7家贸易公司可能由锦州港2股东夏志平控制。在该判决书中，这批贸易公司被指参与千亿广州叫正荣贸易造假链条，并从中撮合国家电网旗下子公司向广州正荣提供借款。而在锦州港的客户及供应商中，不仅出现同一批贸易公司，还出现同一家央企子公司，后者却未被承认参与贸易空转。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惊天骗局究竟由谁操盘？清流工作室发现说尽管锦州港最大的国资股东锦州港是国企大股东是国资它这锦州港最大的国资股东叫大连港投融资集团。这个大连港投融资集团派了个董事长，也认这个锦州港的董事长，但是这个董事长声称不参与锦州港实务，这就好比那个深圳地铁和万科的关系，但是深圳地铁都没有向万科派董事长。我说这是过去现在他整个的接管了，那不是乱象丛生吗？你大股东说不参与锦州港的这个实务，那锦州港的实务谁控制呢？说当大连港投融资集团不仅入股了锦州港的贸易公司，还为这些贸易公司提供保理资金，而2股东夏志平及早期大股东东方集团则分别向锦州港派出了副董事长，其中一位副董事长刘辉被认为主导了锦州港整个虚假贸易链条。清流工作室更发现夏志平与东方集团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早期曾2次进行股权交易。随着锦州港被爆出造假，围绕锦州港的资金链也暴露出来。根据清流工作室梳理，夏志平控制的这些贸易公司不仅以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占用锦州港的资金，还寻求锦州港为其数十亿的贷款做担保。这些贸易公司又将锦州港因虚假贸易产生的应收账款质押给金融机构。此外，夏志平参股的华信信托也为其大量的贸易公司提供了借款担保，并因此被告上法庭追债。虚假贸易链条的另一种真相，根据监管调查，锦州港为了做大收入和利润，满足银行贷款需求，与7家上下游公司开展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利润总额，导致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就是做假账的。参与其中的供应商及客户包括上海盛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百荣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银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合进贸易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清流工作室发现锦州港还有一位重要的合作方是央企的子公司，叫中能大连煤业有限公司。这个中能公司最初是由锦国投董事长刘辉，就是刚才说那个刘辉与唐杰合资设立，2012年引入新股东国家电网控股子公司中能国际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你想国家电网后者实缴3000万元，并持有中能公司51%的股权。此后，唐杰继续担任中能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直至锦州港事发后2022年5月退任。2017年，锦州港与中能公司曾有大额交易，锦州港曾向中能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近5亿元的电解铜以及电解镍。随着锦州港大量的电解铜及电解镍订单被认定为虚假贸易，这2笔与中能公司之间高额贸易的真实性令人深疑。清流工作室更发现，中能公司与谭杰等人控制的贸易公司上海盛哲及百荣公司，可能早在2015年就进行虚假贸易。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许呈现了虚假贸易业务的另一种真相，最终目的是帮助央企子公司中能公司违规发放贷款，而涉嫌其中的还有另一家赫赫有名的千亿央企广州正荣。到这儿大家就清楚了这个虚假贸易的另一种作用是帮助央企子公司中能公司违规发放贷款。这就是刚才那个什么公司那么景富技术为什么怎么往里放贷款呢？完了把本应该计入利息的，它计入贸易主营业务了，没那么简单。你看，你从这个锦州港的造假你就知道。这里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记得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讲过虚假贸易，它这个讲的比较复杂大家有的人听
清的云里雾里的。我简单的讲 ，A、B、C、D 4家公司，这4家公司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啊，有的注册在上海，有的注册在大连，有的注册在宁波，它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是那个港口城市注册的，那就让人更相信它是个贸易公司啊。好，锦州港就跟这4家公司合作，他们就能成立一个闭环呢。什么叫闭环呢？这个 A 公司啊给锦州港发定金啊，要发一个合同需求，你帮我采购5亿元的电解铜，或者就是说这个 A 公司向锦州港买5亿元的电解铜，合同来了，第一笔资金也来了，那锦州港他没有啊，他马上就向 B 公司发个合同，从 B 公司买，那 B 公司说我也没有啊，我向 C 公司买， C 公司说我向 D 公司买， D 公司回头我又向 A 公司买，你看看它就实现了一个贸易闭环，这就是转圈玩。哎，它有的是实行那个仓库啊，它实物不动，它走的是仓单，钱呢现金是从锦州港付到 B 公司， B 公司再付到 C 公司，这样转。你看 A 公司把钱付给锦州港，锦州港往下转到 D 公司， D 公司又把钱又付给 A 公司，你的钱转了一圈又到了 A 公司手上。那货呢是反着走啊，是 D 公司把那个单子给 C 把那个就是库房那个仓单给 B 给锦州港把这个仓单也给到 A。 然后这么走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你看锦州港啊，它那个业务量就特别大，你这样就是资金转，然后仓单转，它一年要做200亿500亿也行。刚开始是为了真实啊，这个参与的公司啊都显得还挺正经，恐怕里面好几家是央企，好几家是上市公司，这个链条也可能是5家，也可能是8家啊，也可能是4家，这最少的4家。为什么说这是虚假贸易呢？一旦你这个贸易啊，你这个锦州港如果下游 B 公司啊，它是一个无名之辈，上游 A 公司也是个无名之辈，那这个到时候审计啊他就怀疑你这什么业务啊？哎，如果说这个锦州港它的上游是一家央企，下游也是一家上市公司，业内知名的上市公司，那么这个审计就觉得这很正常，对吧？上海宝钢或者叫什么宝武集团向这个锦州港采购5个亿的电解镍，这个多正常。然后锦州港也向哪家央企去采购这个电解镍，这不就是贸易吗？但是后来啊，很多这个上市公司啊，因为审计越来越严，有很多央企啊，它就不能参与这些贸易，这个叫转圈业务啊。有的这个上市公司呢，要参与的话，他也不敢跟别人参与。然后即便上市公司参与吧，因为大家也知道啊，那你说锦州港的利润从哪儿来呢？你这个业务不能说我是1万1吨买进来的，卖出去也是1万1吨，那我还得交税呀。那这锦州港不是赔钱吗？那你对吧？锦州港是1万1吨买的，他10200块卖，只要能包得住他那个税啊钱，他只要能赚点钱，1吨能赚一点，然后他一年做对吧几十万吨，那利润也出来了，或者上百万吨呢，反正是做贸易。那实际上你怎么可能跟下游赚到钱呢？下游也不傻，所以实际上他就是个做假账，这样赚纯粹是为锦州港虚构这个贸易，虚构利润，对吧 ？A 公司非要10500从锦州港采购这个铜，那锦州港呢1万从 B 公司采购倒给 A 公司，他赚差价500块，扣掉税，哎，他这个一笔他这个贸易的啊，他大概净利润啊不超过1%，他就靠这个滚动来赚钱，做假账。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如果他上下游是央企或者上市公司，人家不敢配合他了，这要担责任了，所以这个好解决啊。这个操作这个链条的人呢，他就安排自己的公司，比如说这个网易这个清流工作室调查的啊，这个锦州港的2股东这夏某啊，他就安排自己控制了7家公司，跟这个锦州港组队玩这个贸易链条这个圈，都是他控制，所以他就可以根据需要往锦州港去输送利润，这不就是做假账吗？这个圈子啊，刚开始做正经业务的时候，转圈的时候，那个知名的上市公司，他们有个好处啊，他为什么1吨能从里面赚个一点点的钱呢？纯粹就是为了刷单、刷成绩啊，刷什么成绩啊？就为很多小白公司啊，就是那个诈骗公司，比如说夏某啊，他手上有7家公司，贸易公司，你这个贸易公司你没有任何贸易额，你跟谁做过贸易啊？你没有业绩，哎，如果你跟这些大佬做过业绩，你比如说什么江西铜业、宝武集团，哎，是不是？那你一下子身价就上来了，就可信度就高了。所以啊，当这些大佬组圈的时候，哎，这些小白公司在里面成为中间一个环节，哎，他就跟着后面，那他就出点钱刷业绩啊，这个都是
是有的啊。但是啊，我在以前也说过啊，如果这些小白公司突然加入大佬的饭局啊，去刷这个业务，人家就担心我把钱打给你，你跑了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演化成什么呢？演化成啊，组局的人把 A、B、C、D 这4家公司所有的这个 U 盾呢、银行账户、资料、电脑都放在一起，他一个人在那儿开始操作，把钱从 A 公司打到锦州港账户上，然后马上把锦州港账户上的钱再打到 B 公司，B 公司再打到 C 公司，C 公司打到 D 公司，这都是他自己在操作啊，拿着 U 盾呢，都是这么干啊，防止钱打飞了。有的小民营公司在里面跟大佬组局的时候，大佬3000万打到他账上，他跑了，钱打飞了，迅速转移。还有的啊，大家想一想，就是这叫聪明。大佬在那组局，组的是个高端局，然后因为加了一个小白，有的小白在外面自己再组个局，这个大佬的局钱一过来，到我马上打出去，在外面转，体外转一圈又回来，又接着走原来的局。你看看，我就借着大佬的高端局，我出点钱，把这个资金链那个还有那个流水，对吧？那个餐单从我到我这时候，我再组个局，我下面带着5、6个小兄弟转一圈，对吧？这转一圈也就半小时的事啊，也就是银行那个账户上走钱的事啊。走完之后可以再把合同补上啊，都这么干啊，就经常钱会打飞的，就是民事纠纷，开始互相告，狗咬狗。哎，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呢？我告诉你，做这个事情在哪儿呢？是在上海的东方明珠边上，那叫什么经贸大厦还叫什么大厦？我记得不太清楚。我去跟人谈过，所以我对这一套非常了解，但是我没有亲身参与啊。据说做这样贸易的公司都在那附近，那些楼里面全是做这种贸易的，那些格子间的那些人啊，办公室装修的非常富丽堂皇。有人就说了，那这贸易有什么用啊？有用啊，一个为上市公司，对吧？为指定的公司输送业绩。第二个什么呢？第二就是为指定的公司做流水之后，你不就有应收账款吗？你比如锦州港啊，跟上游有应收账款，拿这个应收账款去跟银行一抵押，银行的贷款就骗到手了，银行贷款一骗到手就被他挪用了，挪到别的地方去了。应收账款，比如说宝武集团欠你8个亿，那你说你拿着宝武集团的8个亿这个应收账款，你可以到银行贷款的。大家记得吧？很多公司为什么把自己打扮的像央企呢？那名字也像央企，然后死鸡巴来吹自己就是央企子公司或者孙公司。但凡把自己打扮成什么央企子公司、孙公司的，都是准备搞这些无交易、无商业实质的这所谓的贸易，要包装自己啊。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这种公司的集中在上海呢？因为上海的这个税点低，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这贸易开票那是正经要交税的，他那个税点是1/1000多少？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乱象呢？除了刚才说的啊，这个能够去银行骗贷之外，最主要的是有些上市公司它活不下去，它只能靠贸易来给自己输送利润，来保上市公司地位，免得被退市。所以有的公司你看什么技术公司，它也有大量的贸易啥呀，就可疑。贸易就是买卖啊，买进我卖出啊，然后我1吨就赚20，但架不住卖的多啊，那个蚂蚁都是肉啊，然后我这账上做了，我赚了1个亿，哎，我今年公司不亏损，这就是上市公司乱象根本原因啊，就是这些公司早就该退市了。正因为他早该退市，该退的不退，然后你给他机会，他就玩命造假，因为他实际上他自身他已经活不下去了，他为了保住他这个上市主体地位啊，他就玩命的造假，过着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要一旦发现啊，你炒的那只上市公司那只股票，它里面贸易收入占比比较大，你都小心一点，十有八九啊，这个里面有猫腻啊。这个锦州港可是国企都这么玩，得有人出来啊，为此负责，得出来走2步啊。怎么你作为国有资本，作为大股东，居然不参与经营，把它交给一个个人2股东，这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谁负责任呢？沪市里面像这样的公司有多少啊？所以很多人天天想着牛市、慢牛、跌不动牛、贸易牛，国企上市公司这么造假，你敢信吗？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他对这个最近乌克兰啊给俄罗斯送上的这个6·1大礼啊，面对俄罗斯的这么拉胯，胡一进老师也无力洗地啊，确实也不好再解释什么了，对吧？俄罗斯已经打成一个筛子了。有网友说啊，说乌克兰改写了航空母舰的定义，乌克兰用的是航空卡车，哎，航空母舰不就是在大海里面，对吧？然后上面它主要是战斗机的这个平台嘛，所以叫航空母舰嘛。那这乌克兰人搞的那叫什么航空母卡车上面起飞无人机。胡一进老师啊，他说啊，乌克兰改写了航空母舰的定义，总结得好。哎，他转发别人的一个评论，然后他还评论，他说啊，不过一场有创意的成功偷袭很难定义战争的结局，这也通常是历史的题记。你看他是心里酸溜溜的啊，还是为俄父啊感到这个担忧啊，对吧？还在为俄父加油鼓励打气，对吧？虽然你遭到袭击啊，但是不要紧啊，虽然他是有创意的成功的偷袭，但是啊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那意思
啊，这一次偷袭成功，哪怕他再有创意啊，对结局啊没有影响，这个是历史经验。这个啊，作为普通的网友，把乌克兰的这个行动啊，把它说成偷袭啊，这个无所谓，因为大家本来就不严谨啊，有很多人表达习惯，对吧？他随口这么一说。但是作为胡锡进老师，他是文字工作者，对吧？他是一辈子啊跟文字打交道，他是对吧？宣传员呐，他不应该这样，他把乌克兰的行为定义为偷袭，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这叫混淆视线呢，颠倒黑白，这个对他来说不应该这么干，这就是人品有问题了啊！普通网友说是偷袭啊，能理解什么叫偷袭啊？偷袭，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叫偷袭，对吧？咱们你就字面理解啊，那就叫不宣而战，没跟你打招呼，对吧？我在路上走着呢，我们俩迎面而来，我上去一拳打了你，那叫偷袭。你说乌克兰这个用这种方式炸了俄罗斯的这些战略轰炸机，这能叫偷袭吗？俄乌双方这战都打了3年半了，这不叫偷袭，对吧？这叫出其不意。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是和平状态，双方没有任何交战，对吧？这是乌克兰在那儿搞的这事，那叫偷袭。所以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这在矮化乌克兰，他在颠倒黑白。实际上，俄罗斯啊，2022年2月22号啊，还悍然发动啊什么特别军事行动，那个才叫偷袭啊！坦克、装甲车突然他假装演习嘛，对吧？在那附近把部队调齐了，然后这个人家都指责他说你是不是要侵略啊？要发动战争啊？是不是俄罗斯人一口一个说不可能的？拉夫罗夫、扎哈罗娃这些人极力的在那辩解，然后突然对吧，悍然发动什么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个才叫偷袭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这纯粹叫颠倒黑白。那照胡锡进老师这说法，那现在俄罗斯发射什么导弹炸乌克兰、炸基辅、炸那些什么港口，那都叫偷袭。为什么呢？你没有跟我打招呼啊，对吧？你得告诉我你准备要炸哪儿了，几点炸。就是按胡锡进老师这说法啊，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在这极力的为俄爹啊辩解，为俄爹打气。但是确实啊，俄爹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所以胡锡进老师即便啊这个技艺再精湛，时常有一种无力感呢。老规矩啊，可能说明胡锡进老师最近啊又多收了3、5斗啊，在胡适啊回血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